Hello， 大家好，歡迎翻到嚟加密放題，我係 Tiger。今日加密 BB 班呢，我想同大家講一個好有用、好實用喺加密貨幣圈不可缺少一個產品，就係冷錢包 Cold Wallet 啦。嗱，加密貨幣嘅冷錢包嘅原理咧，係將你嘅私鑰啊，即係用嚟授權轉賬嘅密碼咧，完全離線咁保存嘅。等佢咧唔好連接去到網絡，咁樣咧就能夠大幅減少黑客攻擊或者係病毒感染嘅風險嘅。咁當你要轉賬嘅時候咧，交易嘅資料咧先會喺網絡設備上面產生，但未簽名嘅交易咧會先被傳送到冷錢包嘅硬體當中進行離線嘅簽名嘅。私鑰咧唔會暴露喺網絡上邊嘅，最後咧再將已經簽名嘅交易資料咧傳翻去網絡設備，再提交到去區塊鏈。冷錢包裏邊咧並唔係放住真正嘅加密貨幣喺裏邊嘅，佢係要嚟保管你嘅私鑰嘅。加密貨幣資產本身係記錄喺區塊鏈上面嘅，私鑰咧係控制你呢啲資產嘅唯一憑證。只要控制到私鑰咧，就能夠批准轉賬同埋其他操作噶啦。我哋講講啦，離線簽名嘅交易流程啦。嗰啲設備啊，即係例如我哋平時有 online 嘅設備啊，手提電腦啊、電話啊，咁我哋先喺上邊咧建立咗未簽名嘅交易先。未簽名嘅交易就等於乜嘢咧？就等於你好耐以前啊去銀行啊提款要填表啊，跟住你咪填晒，但係你填晒冇用噶，因為你未簽名噶嘛。你未簽名嗰筆交易咧係未算開始可以啟動，跟住咧透過咗 USB 啊、藍牙或者 QR code 嘅連接咧，就將嗰啲未簽名嘅交易啊喺你嗰度上咗網嘅裝置度傳送入嚟個冷錢包。咁冷錢包咧就會用私鑰對交易進行緊離線嘅簽名嘅，咁然後咧再會將你簽冇名嘅呢段交易咧傳翻上去頭先嗰個線上嘅設備，再提交去到區塊鏈完成整到交易噶。好啦，講到嚟呢度，唔知你明唔明啦？唔明嘅話，我再舉多一個日常生活中嘅例子，比如呢個冷錢包嘅功能啊。就好似你有一個銀行嘅保險箱，你嘅提款喺銀行裏邊啲錢提款嗰個私人密碼，即係等於私鑰啦，就鎖咗喺呢個保險箱裏邊。而加密貨幣嘅資產咧，就好似你銀行戶口裏邊啲錢咁樣嘅。咁你冷錢包咧，就好似而家呢一個保險箱啦，你條私鑰放咗喺裏邊，好安全，完全離線，唔會接觸到其他人，亦都唔會俾網上嘅黑客入侵咁樣咯。所以咧，冷錢包最核心嘅離線安全，保障你嘅資產控制，減少被盜嘅風險，同時又可以喺你需要嘅時候咧，透過離線簽署交易，完成所有轉賬提款嘅。好啦，我哋又講翻另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你咁不幸嗰隻 Cold Wallet 壞咗，或者你唔見咗，咁點算啊？我要同你講清楚，如果你喺冇保存好你嘅助記詞或者你嘅私鑰冇做到 backup， 你個冷錢包壞咗，你就會永遠失去對呢個資產嘅訪問權。要講清楚，資產呢冇唔見到噶，仍然喺區塊鏈上邊，但係冇人包括你在內能夠可以喐到佢嘅。呢啲資產呢就等於去咗個黑洞，基本上呢永遠都會鎖死咗噶啦。如果你唔想有呢個悲劇發生，記住寫低個助記詞佢。你買冷錢包嘅時候咧，會有一個隨機生成嘅12或者20個位嘅單字，咁咧你可以用任何你覺得安全嘅方法咧 mark 低佢，放喺安全嘅地方啊，唔好放喺電腦或者啲在線嘅地方啦。當然，咁另外就做多一啲嘅備份啊。建議保存2至3個唔同 backup 副本啦，放喺安全嘅地方啦，或者俾你信不過嘅人啦。咁記住你呢啲咁重要嘅助記詞啊，你係唔好放喺啲數碼備份裏邊，即係例如你做個截圖擺喺你嘅雲端裏邊啊，放喺你 email 裏邊啊，咁樣咧其實都有相對地嘅風險啊。定期咁樣咧檢查一下，攞翻你個備份碼出嚟睇，喂，有冇用到啊？得唔得啊？係咪啊？總括而言啊，冷錢包硬件壞咗唔使驚，因為只要你有 backup 咧就搞掂咗啦。冷錢包壞咗，你乜都冇，助記詞又冇，私鑰又冇，咁 sorry 啊，你係 total loss 嘅。所以購買冷錢包最後一步咧，係要妥善咁樣保管好你自己嘅助記詞，呢個先至係保護資產嘅最後關鍵嚟㗎。